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我在克切拉禅修里，我最喜欢这里了。这里有大大小小的佛像，满满的加持。我很喜欢佛像，我更喜欢克切拉制造的佛像跟佛吊坠，所以我家里收藏很多的佛像跟佛吊坠。我每年呢都会把它们带来克切拉禅修里做开光和加持仪式。那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藏传的寺庙里面，他们每一年都要做一个传统的仪式，就是开光跟加持仪式。那你们会问，为什么佛庙还要开光加持？佛庙里的佛像又为什么要再开光加持？我想问大家，加持有人嫌少的吗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。那佛庙里的佛像如果经过加持，那大家来到庙里烧香拜拜、祈福、祈愿、祷告，那不是更快的实现愿望吗？那如果在佛庙加持这个土地被加持之后，任何人来到这个佛庙，只要你踏上这个佛庙上的土地，你就会被加持。那如果在迎接新的一年里面，你家里的佛像、佛菩萨，无论在佛坛上，或者是挂在墙壁上，或者挂在你身上的佛吊坠，能带到来克切拉禅修岭再次开光跟加持，是不是很好？在这个月的26号星期六，从早上10点到中午2点，我们将会有一场由我们的圣人团实行的开光跟加持法会。大家如果想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财富、更多的好运、更多的健康和加持，那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这次开光和加持仪式。注意，你们带来的佛像都必须要装藏，装好才带过来。那如果在26号之前，在我们任何一家克切拉的商店，那就是我们的 Wajah Secret， 在我们的巴达林寨雅的克切拉，在慈昌街，在文东的克切拉禅修岭，或者是在我们的网店 wajahsecret.com， 请已经装藏好的佛像，那在26号的当天，我们将会为你们免费做开光和加持仪式。如果你们有佛像需要帮忙装藏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 Wajah Secret 的工作人员，通过电话或者是亲自来到我们的前台，在巴达林寨雅的克切拉前台，或者是来到我们克切拉禅修岭的前台询问详情。这个月的26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，约定你咯，到时候见，拜拜。